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好，咁啊，大家要生起呢個學佛嘅心，為一切苦難嘅眾生早日解脫出嚟。我哋喺呢度學習世尊嘅佛法。今晚呢，同大家講嘅係六祖壇經對我哋嘅事業各方面嘅啟迪。大家想唔想要事業啊？要唔要啊？想啊，事業梗係要啊嚇。咁啊，第二個呢，事業分為三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，了解自身嘅條件，就係建立人生嘅目標。第二個，學習嘅方法，方法好重要。第三個，要行動，目標、方法、行動就等於成功。咁啊，第一個呢，講目標，冇目標，人世間呢，做乜都唔成就。目標係決定我哋嘅成就嘅第一環。我哋諗下偉大嘅周恩來，如果當時候佢讀書唔立下呢個為中華民族而奮鬥嘅呢個志願去讀書，咁佢亦都唔會讀得到書，亦都唔會咁大嘅成就。佢話為中華崛起而讀書，立咗呢個大嘅志願，志係好重要，立志先能夠得到成就。如果一個正常嘅人連立志都冇，咁啊，那麼佢就庸碌一生。所以人有少年志，中年有骨氣，晚年呢就唔好沉氣，就咁簡單。晚年沉氣，人人都討厭你；少年唔立志，冇志氣；中年冇骨氣，晚年又沉氣，咁你真係人生一生都失敗。立志點立啊？我哋依家咁點立呢？我哋嘅立志同少年志又唔同。少年嘅志就可以立，我又長大咗做科學家，做民族英雄，做乜都得。呢個叫少兒志。少兒嘅志呢，就可以帶我哋去成就，帶我哋往呢個方向去走。如果唔係，就好難啦。所以我哋要好啲去體會立志點樣去立。比如一個打鐵佬啊，立志去做個市委書記得唔得？呢個就唔得，呢個叫打妄想。呢個叫打妄想。所有事業嘅成功，第一個係目標，目標對自己切身嘅去了解。如果我哋嘅切身嘅唔去了解，咁啊，你個志願就好難得立。首先了解自己嘅愛好，了解咗愛好，
同自己嘅自身嘅條件去醖釀。如果一個人立志，比如我立志，我柴米鹽油，如果我將個心顧住自己屋企嘅柴米鹽油，咁你一生就算你幾成功，你都係得包米，得柴米鹽油。如果你立志耕田，咁啊就算你幾成功，你都係高產量，永遠走唔到去。你立志做一條街道嘅領導，你最大嘅成功都係做街道嘅領導。所以我哋強大嘅志願關乎到我哋嘅成就。如果你立志救國救民，如果你立志去做其他嘅嘢，就唔同。所以呢個呢，大家要好好啲去體會一下啊，要體會一下。咁啊，另外呢，志願啦，已經明白咗，咁呢，你就唔同啦。好啦，六祖壇經就係教我哋嘅智慧。比如你又冇文化，你又立個志冇可能實現嘅，咁啊你嘅注定嘅結果就係失敗。咁啊點樣先能夠去了解到自身呢？一、興趣；二、自身嘅條件；三、背景；四、未來嘅發展結果，就係醖釀出你正確人生嘅目標。如果冇呢四樣嘢，你人生正確嘅目標就冇。冇嘅話，立出嘅志願就等於空願，係不可實踐嘅，不可實踐嘅。咁啊呢個方面呢，你哋要好好地去體會一下。立嘅志願之前呢，點樣去呢？就要將自己嘅心放開、放寬，因為你一直拿住個心啊，你拿住個心，你睇唔到嘢。等一個人憤怒，你完全冇辦法睇得清楚你係乜嘢，因為你嘅眼睛一直睇住喺出邊，你眼睛睇出邊，你冇辦法知道你缺點，冇辦法知道你自己嘅優點，要點樣先冷靜啊？用咩？用六祖壇經入邊嘅智慧，就係受戒。咩戒呢？唔係戒豬、戒肉，唔係戒咩？一戒香係咩意思？壇經講一戒香，即自心中無非無惡、無妒忌、無貪嗔、無劫害，名戒香。啊！呢個戒香要收呢個。無非無惡、無妒忌、無貪嗔、無劫害，名為戒香。心中無非自性戒，心中無親自性定，不增不減自金剛，口中無親法蓮香。你一戒咗，冷靜咗，你嘅心境平靜，你會體現出好多個問題。如同我哋打坐，平時我哋打坐呢冇咩法，打坐嘅時候啊，有一種好大嘅體驗。就係點解我一坐落咁多妄想嘅呢？平時做嘢冇妄想啊！各位，你越大嘅妄想，就代表你越清靜。當你妄想出現嘅時候，當你發覺到你有妄想嘅時候，你嘅清靜心就出現啦。呢個咩？有功夫啊！好多人就唔明啊，認為有妄想。哎呀，點解我咁多妄想啊？就將個妄想去區別、去驅除，係冇可能嘅。因為煩惱如同波浪。首先，我哋要明白到點解要無非無惡呢？無非咩？無非就係冇是非，冇是非就冇對立，冇對立就冇人我。無惡，咩叫惡啊？自私自利名為惡，
對人哋唔好名為惡，冇妒忌。我哋要學會隨喜，用隨喜嘅心超越妒忌，用一個真誠嘅心超越咗無非，用一個喜捨嘅心超越咗貪心，用一種慈悲嘅心度咗嗔恨心，用一種包容嘅心去除咗劫害，呢個就叫戒香。人有戒香，增加魅力，有魅力咯。人嘅成功，個事業嘅成功，最主要就係魅力。冇魅力嘅話，你做乜都唔成功。六祖壇經佢就係教我哋呢個智慧。第二，定香，即見諸善惡境界，自心不亂，名為定香。人有定就福，人有定就係福咯。咁啊，大部分啊，婚姻唔好，夫妻唔好，都會問：點解我夫妻唔好啊？點解人哋嗰個女人咁好啊？佢可能佢靚咯，好喺佢嘅境界入邊，意思一個女人靚女就一定會獲得夫妻嘅幸福。其實呢種係一種咩啊？偏見，係邪見之一。卡拉 OK 小姐好多好靚，點解到老嘅時候坎坷一生？以前我見過好多啲夜總會啲小姐，20零歲，哇，非常之好啊，眉嬌細眼。好啦，到咗有錢啦，啊，起晒賺錢，翻咗鄉下揾個丈夫，嫁咗佢。嗰個丈夫冇錢嘅時候，貪你咩？靚女。第二，貪你有錢。最後知道你係做小姐嘅，唔中意你，心入邊有條刺。除非佢一生落魄，99%嘅落魄咗，咁啊唔會離婚。如果呢個男人發達咗，100%同呢位小姐離婚，唔離婚嘅話，都一定喺出邊有第二個。今日嗰時候我識嗰啲夜總會入邊嘅嗰啲有啊，好多啊。嗰時候佢20零歲，我亦係20零歲。我今年係40幾，咁佢40幾。40幾歲睇落去似咩樣？似個60歲。婚姻呢，全部玩完，冇一個幸福。我記錄呢個信息。所以女人唔係話佢樣靚就一定有家庭嘅幸福。好多人就唔明咯。咁我再揾大部分嘅家庭幸福嘅女人，但是陳大會嗰個碟講一個成功嘅背後的女人，人又唔靚，身粗腳粗手又粗，口又粗，人哋嘅老公億萬富翁都唔會拋棄佢。點解啊？佢有咩優點啊？所以我哋做人學人優點，你想做乜就學乜，你想做狗就學狗，你想做人學人，你想做佛就學佛，你想做仙學仙，學啊嘛。好啦，點解講建立自身嘅目標會講到女人嘅方面呢？就係講明一個定嘅重要，所以定香。女人係咩旺夫呢？記住咯，女人具備咗3個條件，絕對旺夫。邊3條？第一，柔順；第二，謙讓；第三，安定。大部分嘅女人都冇柔順㗎，硬對硬啊！女人嘅天性就係柔順，男人嘅天性就係剛強。男人好似一個女人得唔得呢？唔得啦。女人好似男人嘅性格可唔可以？梗唔好啦。哇，事業好成功喎，咁但係呢已經失去太多啦。女人越爭越失去，唔爭呢反而越來越多。爭就失道啊！
一個冇道嘅女人，豈能夠有福呢？呢點呢，大家要好啲體會。柔順、謙讓、安定，跟住等於旺夫，咁啊自然就旺夫啦。大家可以諗到㗎，一個人如果唔安定嘅話，你係唔會同埋佢一齊。另外一個體驗就係，當你嘅人走去一缸魚嗰度嘅時候，呢缸魚見到你都嘣走咗啊！你呢個女人啊，夫妻不好。所以有時呢，喺前面啊放個金魚缸喺度啊，細細個嗰啲人呢，一行近嚟條魚都起晒跳嘅，呢個人冇福啊！冇福啊！嗰啲算命佬就係咁睇嘅，我哋唔需要咁睇嘅。學佛嘅人一定嘅話，能照見一切，能夠見到一切。你一入落嚟，你嘅氣場已經俾到我感覺。你呢個人有冇福？你呢個人喺家庭中個生活如何？我好清楚，因為我個定見到你。等一缸水，當你定嘅時候，就能夠照見到個月亮出嚟。唔信嘅，你試下定下，試下定下。所以定嘅一字啊，係非常之重要。咁啊，點得定呢？首先唔亂。點樣先唔亂呢？就係你日常生活中見到一切嘅善惡嘅相嗰種現象，微微一笑就好咯。咁啊，今日有一個人就同我講，我就係唔憤佢。你唔憤佢啊？苦係邊個？你自己咯。但是女人，你唔憤啊嘛，快老。第一、第二兩種病，一係子宮肌瘤，一係呢乳腺增生，再加多種甲亢。呢三種病喺邊度嚟㗎？緣不憤，但有冇辦法發泄出嚟？一條經脈係落到子宮嗰度，一條經脈係上到乳腺嗰度，嗰啲氣屈住喺下邊，屈住啲氣，冇辦法燒出去，產生婦科，產生甲狀腺，產生甲亢，頸大，隻頸就大咯，有嚿核喺度，你谷住啊！你唔憤啊嘛，傷害邊個？你自己。我就係唔抵佢。咁啊，當你係咁諗，傷害到係自己嘅話，那麼你就唔會發脾氣。等一個好污濁嘅人同你嘈交，你同佢嘈交就失去咗你尊貴嘅種道，你自身嘅道，咁你就尊貴啦。君子無爭，無爭就係道；人道無爭，人道無爭啊，就有道。於世無求，就有品德啦。無求點啊？唔係無求，無求就唔係坐喺度，我乜嘢都唔做啦，坐喺度。其實唔係，無求嘅心係無所得嘅心，付於行動，行動積極進取，個心無所求。咁係真正嘅壇經嘅智慧。見到一切嘅善惡，猶如新個花從新不沾，當有念起，不作分別想，明唔明啊？咁你就係見到善，我哋要隨喜；見到惡，引以為戒。善係我哋嘅老師，惡係我哋嘅戒師。你要如同一個孔雀一樣啊！就算你食個蜈蚣啊、毒蛇啊，你都能夠滋養自己嘅身上莊嚴。煩惱令到人醜陋，煩惱令到人污垢，憤怒親人心重，令到人失去咗魅力。咁你可以包容。當你對境嘅時候，當對方觸動自己嘅一種情緒嘅時候，訓練，不斷去訓練自己嘅心境。哇！將個心訓練到佢又柔又和。你呢種心境就
產生嘅魅力。咁你個頭後邊嗰度放光，越犀利就越放光，光到點啊？強到一般人都可以睇得到，只要你訓練得。所以啲道教啊後邊啊點解有個頭會光㗎啦嚇？產生嘅光芒。如果你用個蝦鏡照，每個人身上有光，個光好大，唔同嘅，整個人唔同，就係氣息。我哋肉眼睇見嘅氣息係唔同嘅。我嗰時候呢，知道定能生慧，慧能滅煩惱，定可以產生寧靜，寧靜就能夠致遠。曾經有一個人同我嘈交，白夜公。如果我同佢嘈，咁我個心境就同佢一樣，那麼我就失去咗我尊貴嗰種道。我唔同佢嘈。如果我要打佢，好容易上去兩拳打低佢，解決到問題嘛？冇，更加煩惱。好啦，打佢容易，但係有一個敵人最難打得低，係邊個？自己憤怒嘅心觀照。而家邊個喺度煩惱？煩惱喺邊度？好，要超越佢，空並障為空，喺一切嘅境界見境而修啊！你冇對境點修啊？好，咁啊開始修啦。唔好煩惱，唔好憤怒，唔好嗔恨心，因為眾生一切嗰種性都係佛性，因為每一個眾生同諸佛菩薩係一樣，只係佢自己暫時嘅妄想分別執着掩蓋咗佢如來嘅真心，掩蓋咗佢嘅佛性，所以佢做出呢種行為。我唔能夠恨佢呢個人，佢呢種行為係錯嘅，但係佢呢個人同諸佛菩薩並冇咩分別，只不過多咗貪嗔痴。有可能由呢位人呢個人得道嚟度我嘅人，所以我唔能夠輕慢咗佢，咁你就超越咗。一超越咗，你身上放光，你有定啊，你有魅力啊。好啦，嗰個老人家冇幾耐見到我之後，好對唔住㗎，因為佢知道我10幾歲都係經常打交，點解我學咗佛之後變成咁？係咪詐呢？唔係。係咪裝呢？唔係。經過文字嘅般若，經過文思修去體會，咁樣去超越咗我哋嘅煩惱，所以我哋叫定向啊，為向，自心無礙，常以智慧觀照自性，不做諸惡，雖修從善，心不執着，經常念下，體恤孤貧，名為為向，智慧之向。香咩？香就係分意思，分唔係點嗰種香。意思我哋點樣先能夠心無障礙呢？第一要體恤孤貧。好多人認為，我學咗壇經啦，我唔需要做善事噶啦，定就得啦。佛講啊，未成佛先結善緣，叫廣結善緣。善緣咩？好運。惡緣咩？衰運。衰運惡運你自己要睇你要邊樣。咁啊喺呢個行動之中，經常念下，經常念下，心不執着，不執着就係超越。不做諸惡，唔做惡，唔好做埋殺盜淫妄，要修從善啊！以智慧觀照自己嘅自性，以智慧觀照自己嘅自性，咁啊心咪冇障礙咯，心咪冇障礙。多啲去觀照，一觀照你就冇問題。我有一次開車，哇開下剎晒車，剎車之後
心就好煩啊！哎呀，點解剎車？要觀照，究竟邊個喺度煩？要觀照啊！好好地去觀照自己。六祖壇經就係教我哋呢個智慧。四解脫鄉，即自心無所攀緣，不思善不思惡，自在無礙，名解脫鄉。咩叫解脫啊？自由咯，解放咯，解放就叫解脫。點樣先能夠解放呢？就係不思善不思惡。聽到有部分人聽到不思善不思惡，唔做咯。六祖壇經就係心性上嘅經典，佢唔係叫你破壞時相，時相要唔要做啊？要。意思就係不思善，你唔好成日諗住我做咗善事。好多人係好怪啊！好多人咧經常咧諗住我做咗好多善事，做好多善事。嗱，呢種係執着善咯，咁呢種係生滅嚟嘅，係輪迴嚟嘅。咁另外咧又執着惡喎，點樣咧？我又墮過胎啦，我以前咧又墮咗3個啦，有少少問題咧，佢就姓咩嘅？姓賴啦，即係賴嗰樣。夫妻感情唔好，跟住問神問鬼啊！你以前墮胎，邊個都知啦。一睇個女人身體虛嘅，又年輕嘅，多數都墮過胎多咯，10個咗7個。一睇佢面青口唇白，再有一個方法可以睇到，你哋好好地收，個眼底又有少少發黑嘅，血氣兩虧，一係咧墮個胎。咁墮胎點樣？有胎靈喎，穩住你喎，好咗。行出街踢到嚿石頭，可能個胎靈整揼我。揾嘢揾唔到做，個胎靈搞我。個丈夫對自己唔好，以前個胎靈搞我，乜都係佢啊。咁梗係死啦，冇鬼都嚇死啊！點解？如同一個故事，杯中供影。大家有冇聽過杯中供影啊？杯中供影係點呢？有一個朋友呢，就到佢另外一個朋友嗰度，佢兩個朋友之間聚會。咁互相敬酒嘅時候呢，因為古時候牆壁有盞燈啊，牆壁有盞燈，燈呢射過有支弓啊。大家飲酒嘅時候，一杯攞起身嚟，一望到有少少影，但係已經飲咗落去啦。佢諗住係一條蛇嚟嘅，就嘔我飲到一條蛇落去，因為古時候點油燈冇咁光嘅，咁就嘔唔到出，一直諗死咯，我入邊有條蛇啊，我入邊有條蛇啊，我入邊有條蛇，諗咯喎，諗到兩諗呢，人就消瘦咯，乜嘢大夫都醫唔好。準備死啦！俾大夫同佢講：你冇幾耐你就會死。去到朋友嗰度屋企之後呢，就同佢講：我都快死啦！自從嗰次喺呢度飲酒飲到條蛇，佢有咩道理有蛇呢？佢話：我嗰日就喺呢度坐住嚟飲嘅，用你呢種杯，跟住倒啲酒落去。見到真係有條蛇，其實一睇唔係。係一支弓個影射落去個杯嗰度去，佢就飲咗落去。原來係自虛一場，冇幾耐嘔咗，嘔出嚟真係嘔條蛇出嚟。呢個故事幾神嘅，本來係冇嘅，一切係為心做啊！講明咗，一切係為心做，所以好多人呢就諗住。我過去做咗咩惡啊？一直諗咯，我業障好重啊！點解我打工唔順利啊？因為你性格唔改。點解你冇錢啊？因為你冇財務管理。
點解你身體唔好啊？因為你唔識管理身體。點解家庭唔好啊？因為你唔識付出。你嘅仔女點解唔聽話？因為你唔識生仔女，唔識教育仔女，唔識培育仔女。點解冇人喜歡你啊？因為你冇禮貌。點解你個樣唔好啊？因為你嘅心境唔好，唔係你嘅胎靈嘅問題㗎。咁好多人，哎呀，胎靈啊，胎靈。所以六祖教我哋啊，就算以前點樣都好，喺善惡之中，心中了了無所障，無所障礙，即是心中無所攀緣。唔係叫攀緣，攀就依附嘅意思。種種緣，有善緣惡緣，乜緣都好緣。善緣好，惡緣也好。惡緣點啊？受咗就算咯。善緣點啊？冇問題。所以達摩啊，喺嗰個見性論講啊，達摩講：逢苦不憂，如喜不動，一切都過去。咁啊，如果達到呢種境界呢，無論你係50歲、60歲嘅女人、男人都好，個相貌越來越靚，呢種人就學佛咯，絕對係學佛啦。如果你學佛學到個樣越學越衰，你唔係學佛嘅，因為你相貌修莊嚴少少都修唔到。學佛嘅人點樣先有功德？點樣先能夠體現出自己嗰種功力同埋修嗰種狀態係啱嘅呢？睇下自己嘅相。會唔會變老啊？多唔多人喜歡你啊？你個皮膚有冇粗糙啊？你個身體有冇臭味啊？唔係話收咗就冇臭味，即係冇咁臭。有一部分人真係好臭，臭到我都頂唔順。有一次咧，我喺辦公室，有人就入到我哋辦公，成個辦公室都臭咗。另外呢，就算我聽課都係坐喺我身邊㗎，唔知臭啲乜味道嘅，有一陣味。前嗰幾日我去聽課，哇，咁臭嘅，頭都暈。後邊唔出聲，我諗下點解會咁臭？後邊啲人，一係呢個人思想唔正。差唔多講晒課啦，佢喺後邊又暗沉沉，又話人哋上面嘅教授唔好，又話如何，又話這般，喺度抱怨。原來咩？不良嘅心境。我唔怪得呢個人咁臭，原來佢咁嘅心，啱咗，真係。所以一切都係我哋嘅心之過啊！我哋係要不思善，不思惡。係要超越呢種界限，心境嘅莊嚴就係唔同，心相嘅莊嚴就係唔同。咁啊，另外呢，我哋要意會到六祖壇經嘅智慧，第五解脫知見香，自心既無所攀緣善惡，不可審空守寂。意思就係你自心，你嘅心冇攀緣於善與惡，但係不可以審就停低咗空。嗰種空就係世間嘅空，就唔好講話乜嘢都冇，審空好咪喺度打坐。所以好多人學到壇經就認為壇經我就打坐得啦，打坐。你呢個打坐如果冇充滿咗菩提心、出離心、空性嘅心，你呢個打坐就外道禪。所以嗰個人有大部分人認為嗰個蘋果公司嘅老闆叫乜水啊？蘋果公司嘅老闆總之鬼佬名嚟嘅，唔知叫乜東東啊！即係整個蘋果手機最叻嘅老闆喬布斯諗到佢啦，係嘛？喬布斯，但係佢嗰人又唔係叫布斯，叫咩？慳貪。喬布斯諗起幾多歲死咗啊？50幾。
60未到就瓜老襯。佢好犀利，佢事業失敗嘅時候，咁啊就去見到個韓國、日本嘅禪師，就講壇經。佢就講壇經，將呢個壇經佢一睇咗之後咧，佢明白咗，哦，原來咁樣，就翻去將自己嘅產品重新組合。嗰時候佢想出家，一係就做生意，後來佢選擇咗做生意。做生意咧，佢拜咗2個師傅，一個日本，一個韓國，所以佢唔拜到我哋呢度地方嘅人，拜到呢度地方絕對唔會咁短命。如果識得我，更加唔會短命，起碼都係90以上。但係佢又短命，佢六祖壇經嘅智慧俾佢明白咗，明白咗之後咧，入邊嘅一句咁多，佢咪全部明白。所以我琴日講啊，佛家嘅智慧唔係你哋所諗咁樣嘅。猶如4個人盲人摸象，一個人摸到個象嗰條尾啊，哦，原來象好似條繩咁嘅。摸到個腳，哦，原來個象啊，好似一碌木，咁咪唔同咯。咁佢咧就點樣咧？啊，佢係自性，何其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何其自性，能生萬法。咁啊，聽到少少之後，哇，終於就明咗少少，開始啦，翻去做佢嘅蘋果公司，成功。比爾蓋茨咧就喺前個幾年啊。嘅時間咧，就成立個基金會，叫世界所有嘅富翁將一半嘅財產捐俾基金會去做善事。但係佢唯一一個富人唔捐嘅就係佢，就係喬布斯，就係佢唔捐啦。佢諗住啊，坐禪就得啦。佢可以坐得幾多個鐘咧？5個鐘、6個鐘打坐，佢就冇呢個菩提心。另外一種 model 啦，另外一種 model， 呢點大家要好好地去深刻去體會。佢唔布施啊，咁咪死咗咯。死咗之後啲財產咧，又咪人哋咯。布施係增自之福，解脫自心既無所攀緣於善惡。叫你唔攀緣善惡，唔係叫你唔好做善事，但不可審空守直，須講學多聞，唔好聽到一句半句就算數。你要講學多聞，要講學多聞，識自本身達諸佛理，和光接物，無人無我。和光接物就係你交朋結友上無人無我，就係直性不二啊，明解脫。見知見香啊，此香各自內分，莫向外覓。呢個要好好啲去喺自己自心個方面去，咁呢個人生你就安定，安定嘅目標出現啦。你冷靜啦，你識得處事待物，識得去分別是非，識得種種。你嘅心定咗啦，咁以前做落個惡呢，以前做落嘅一切惡事都唔好諗佢啦。我哋將呢個心定咗，鎖定目標，人生點樣發展？
你哋嚟學佛為咗咩啊？知唔知啊？你哋都唔知啊？為咗身體健康，我就咁啊一世都得健康，可唔可以身體健康啊？唔可以嘅喎，90歲就會死嘅咯，90唔死100都要死嘅。等一個人成日望住部汽車唔老得唔得？可唔可以啊？望住個蘋果唔爛得唔得？你用最靚嘅冰箱冰佢都會爛嘅喎，時間長啲啫。所以將個時間放落健康嗰度，不如我將個時間了生脱死，下一世又係要做人。你做得幾好點？下一世做人，萬一做唔到人，做牛做馬做豬做狗做兔，你辛苦咯。咁啊辛苦，做鬼點樣呢？飲杯水都飲唔到，見到個水係膿血。學佛為咗健康，就係等佢攞一嚿咁大嚿嘅金去換一粒糖仔嚟食，就係將一個珠寶去換一個。幾難先至能夠學到佛呢？首先我同你講下，講人，好多年，如果係墮落做畜生道，講畜生道，唔好講其他道，地獄道啊、阿修羅道，其他道唔好講，就講畜生道。因為畜生道同人道係最近嘅，墮落去做畜生道，就算你墮落去做個狗，狗可唔可以布施？唔可以。可唔可以學佛？唔可以。可唔可以做善事？唔可以。乜都唔可以。死咗之後繼續做狗，因為佢知道佢自己係狗，死咗就係做狗。等我哋人一樣，有部分人認為死咗做鬼，有部分人認為自己死咗乜都冇，有部分人認為死咗之後做返人。呢啲都係斷見邪見之一。好啦，咁呢隻狗咧做啊做，一世、2世、3世、4世，佢精神好散亂，冇辦法認罪，所以投胎做人咧冇可能嘅事，要等幾耐？8千萬億世，都未得。最終咧，如果佢累積咗呢個磁場嘅能量，好。佢想唔想做人啊？唔想㗎。咁有個禪師呢，就見到有2隻狗喺度對話。你哋以後記住啊，狗點對話嘅呢？當2隻狗望住兩個望住嘅時候，佢就傾偈㗎啦，係冇聲嘅。狗係用個心去傾偈嘅，腦電波傾偈。狗呢引起人哋嘅注意呢，就係呼呼呼呼咁樣嘅。當佢係呼呼嘅時候，就係引起人哋嘅注意。嗱，你哋注意啦，你哋注意啊！好啦，狗與狗之間嘅溝通呢，就用對眼嚟望住嘅。所以有一次我喺條村嗰度見到2個狗喺度，2個喺度望住。我呢對狗傾緊偈嘅。佢話老友，你喺邊度嚟？我話隔離村嘅咁，就係咁啊！狗都傾偈。另外呢，嗰個禪師就睇見佢2個狗就傾偈。黑狗啊，你好啦，聽日呢，你就命終啦，就可以投胎做人啦。咁個黑狗講話有乜用啊？我投胎做咗人之後呢，都冇狗呢種快樂，可以隨便周圍走，幾快樂。所以呢個狗你話幾愚痴呢？難道我哋人冇快樂咩？如同我哋嘅人一樣，我哋可以成仙，我哋可以成佛，但我哋唔想去成佛。道理同隻狗一樣。人嘅健康，無論你幾健康都好，你終須都係唔健康，因為生老病死，無論係陳始皇又好，營養調配師又好，乜嘢嘅專家都好，都必須要經歷4個階段。生一定嘅啦，老一定嘅，病死。呢4個階段，世人就愚痴，就一定要逃避呢個咩死亡練仙丹啊，練其他長生不老啊。你幾咁長生不老，咪120、130歲都係要死。皇帝就逃避呢個事實啊，唔想死啊。陳始皇咁啊，不斷去叫人練仙丹啊。咁
你執着唔想死，同你執着要身體健康係一樣嘅喎，不斷去練到健康啊，點樣健康都係一樣。健康喺邊度嚟啊？心境平靜就係健康。心境要平靜啊！如果心境唔平靜，你就冇健康。健康係要死。咁我哋學佛，好多人建立個觀念錯咗，認為呢，我哋學佛為咗屋企平安，又係錯。認為我哋學佛為咗財物好啲，又係錯。我哋學佛係離生脫死啊！所以我哋有一個正確嘅心態，人有生老病死，有呢四種原因嘅話，你唔好抗拒病，唔好抗拒死，只要心中無一物，咁啊自然呢，你就唔同噶啦。咁我哋要學習第二個事業，就要學習方法。方法係好重要，方法咁咧你就叫廣學多聞啦。佢啊，所以需要廣學多聞，廣學多聞你先有方法，唔係你冇方法，冇方法你處理唔到問題。第二要行動，行動點啊？首先冇煩惱，冇煩惱你先行動喎。人太過懶惰啊，就冇行動。佢話人嘅煩惱點解有煩惱呢？我哋嘅智慧喺邊度嚟？喺煩惱嗰度。如果當你煩惱超越咗，就係菩提。佢話煩惱即菩提，前念迷即凡夫。一個人迷失咗就係凡夫嚟嘅，後念悟即佛，前念住境生煩惱。點解人有煩惱啊？住境。執着一境，後念離境即菩提。菩提點得嚟噶？唔係靠人俾嘅，係你自己修嘅。點修？離境。後念離境即菩提，有智慧啦。摩訶般若波羅蜜，摩訶就係為之大，般若代表智慧，波羅蜜到彼岸，廣大嗰種智慧到達彼岸，最尊最上最第一，無二名為一。無住無往亦無來，三世諸佛從中出。用大智慧打破五蘊塵勞，五蘊色受想行識，煩惱嘅塵勞。塵勞咩？依家我哋喺度做嘢啊，做乜都係塵勞嚟噶，都唔使執着咯。所以你有官做又好，冇官做又好，都唔需要執着。如此修行，定成佛道，變三毒為戒定慧，用戒定慧熄滅咗貪嗔痴。戒定慧，智慧喺邊度嚟？從定。定喺邊度嚟？喺戒。戒喺邊度嚟？聞思修。修點解要修？思維。所以我哋喺思維嘅次第，要生起呢個修行嘅心。不悟即係如果唔明白嘅，不悟嘅佛即係眾生。一念悟嘅眾生就佛。咩叫佛啊？咩叫眾生啊？眾生就佛，佛就眾生。明唔明啊？唔明再講。等個水，你話咩係水啊？波浪係咪水啊？係啊。冰係咪水啊？係啊。咁你話佢水得唔得？唔得㗎，佢真係冰嚟喎。但係冰溶解之後就係水。呢點呢，大家咧要好好啲去體會一下，學習一下。今日我哋呢，喺談經學習中增加到自己嘅智慧。我哋要識得去修，修就係修功德。點樣修功德啊？大家跟我念修功德嗰個偈頌：見性是功，平等是德，念念無滯，常見本性，真實妙用，名為功德。呢個就係叫修功德啦。見到你嘅心就係功，平等就係德。我哋點樣去做一個有道德嘅人？平等。咩叫平等啊？
不施於仇害，就係平等。念念無滯，咩無滯啊？就係心中圓融，常見本性，常見到自己嘅性。咩叫見性？明白一切吉凶嘅禍福，不離自心方寸。要識得真實妙用，唔識用㗎。有部分人打坐就打坐㗎啦，揾錢就揾錢啦。你揾錢識用咩？好似喬布斯佢識用咩？佢係蘋果公司嘅老總啊，揾到咁多錢啊，佢識用咩？唔識用。佢話：我令到咁多嘅人嘅就業，我令到咁多人有飯食，我令到咁多人有工作。難道冇你呢個世界冇工作咩？又係另外㗎嘛。你令到咁多人有飯食，但係咁多人令到你有錢，所以佢唔識得妙用。有錢點唔識妙用啊？名為真實妙用，名為功德。有功德嘅人呢，就係識得妙用。咩叫見性是公平等是德？好難明咧。第二句六祖講：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。易收啦呢句嘅。呢句偈頌就容易收啦。點樣先係為之一個有功德嘅人？有功德嘅人，七日有龍天護法護住你，七日有人護住你，有功德嘛？就內心謙下是功啊！要謙虛，做人要謙虛。老師教你要謙虛，唔謙虛可唔可以？可以啊，裝唔到嘢。等我個杯你都唔空嘅。唔空就等佢唔謙虛，唔謙虛你就裝唔到嘢。我哋嘅心好似大海一樣，乜都包攬，乜都接納。我哋嘅心好似大地一樣，包容咗一切。我哋嘅心如同空虛一樣，包容咗一切。所以你內心謙下是功，外行於禮是德。自性建立萬法是功，心體離念是德。不離自性係功，應用無染就係德啦。點樣產生德？應用無染。好似喬布斯咁咧，佢有錢啊，但係佢唔布施啊，佢執着唔布施啊。咁你布施難道有問題嘅咩？冇問題噶嘛。點解要突斥我咧？佢諗住一切都係靠自己，做善事布施冇用，佢斷咗因果啊。點解喬布斯產生蘋果咁多人去買個手機，令到佢創造咁大嘅財富？就係因為佢喺無量劫以前曾經布施咗好多嘢，同我哋全球嘅人類結落咗善緣。所以今生今世，凡係用蘋果嘅都係欠佢嘅，都要還翻多少俾佢。如果你做善事，做一方嘅善事，你日後就係一方嘅人王。你做一個國嘅善事，你就係一個，你未來你係一個國嘅國君，唔同噶。所以呢個係心體離念，心體離念就係德，不離自性就係功，應用無染就係德。若未功德發生之，但依此作是真功德，係真正嘅功德。有功德嘅人，自然就有飯食啦。有功德嘅人自然成功啦，冇功德嘅人就唔成功咯。所以我哋要修事業，唔係靠做嘅，靠咩？修。大家跟我念念：小財靠聰明，小財靠聰明；大富靠德行。大富靠德行。記住呢兩句説話：小財就靠聰明，大富靠德行。小財大財啊！呢個呢自己去體會下。所以六祖壇經嗰堂課都係教大家：一健康，二人際，三事業，四家庭。呢個講到家庭，壇經對家庭。家庭就要講道噶咯喎，
講家道。家道，咩叫家道？家道究竟係咩？唔識咪冇家道咯。家道失落，唔識就家道失落。家道唔去修得唔得？唔得。等一間屋年久失修啦，冧噶咯喎。家道唔去修就冧噶咯，就冇道噶咯，就叫做咩咧？家道衰落。古人嚟講，咁啊點樣去修你嘅家道啊？所以我哋呢個世間嘅人啊，見到間屋舊咗識得去修，家道衰落就唔識去修。咁啊睇下你哋有冇家道？究竟咩叫家道？就係五倫。五倫唔正常就叫亂倫。咩係人？五倫之內就係人，五倫之外就唔係人。五倫就係君臣有義，夫妻有別，長幼有序，朋友有信，就叫五倫啦。君臣有義就互助，父子有情就互愛，夫妻有別就互愛，又係長幼有序，又係互助互讓，朋友有信互讓，又係好啦。君臣依家有冇君臣啊？大家諗下有冇啊？有啊，老闆就係你個君，你就係臣，就君臣。如果你同老闆冇義氣嘅話，你話啲老闆會唔會請你？一個就講義氣嘅，一個唔講義氣嘅。你係老闆，你請邊個人？係咪請個有義氣嘅？就係請個有義氣。父子要有情，冇情唔得嘅。所以傳統文化嘅思想道德建立嘅價值觀就係五倫，係成功幸福正確嘅人生方向。五倫係啱先所講嘅君臣。君臣有義，君使臣以禮，君臣奉君以忠，君不學就嗰個嗰啲君咧就冇學嗰啲暴君咁。臣不學曹操，君則正，忠臣則忠啊！君要正，臣要忠，自然君臣有義。老闆就係咁嚟咯。咁你嘅家庭咪好咯？要唔要啊？要啊！唔做得唔得？唔得，唔得，你事業失敗。你事業失敗嘅話，你嘅家庭何來得好呢？好，父子有親，父子有親，父教化仔女，子奉父母要孝順，父慈子孝，自然父子有親。夫妻有情，啱先講錯，夫妻要有情。好多人呢就唔懂呢個道理。五倫係咪過時啊？唔係過時。做每個人要唔要孝順仔啊？要。五翼仔好唔好啊？梗唔好啦。咁要，但係你又唔做到呢一點，養子不教得唔得？咁唔得啦，係父之過咯。仔點解唔孝順父母？因為你冇教咯。你唔認識到五倫你都唔知點教呢？你教過佢乜嘢？需要教。夫妻有情，夫待妻盡其職責，妻事夫君盡溫和，要溫和啊！夫愛要愛護自己嘅妻子，妻敬愛護自己嘅夫君，夫長婦隨啊！家中大小事務，夫妻商議而行，自然夫妻有情。無情得唔得？得唔得？點解唔得？同你同甘共苦嘅人，你都無情，咁你對出邊嘅老闆咪假嘅咯？你不仁不義嘅人，要你都冇用，培養你成功都冇用，因為連你屋企嗰個人同你同甘共苦，你都容受唔到，你點能夠做到大事？
呢個呢好重要啊，好重要。兄弟有罪，罪次序，長為兄，幼為弟。兄愛小弟，小弟敬兄。做大佬嘅寬，做細佬用忍。一團和氣，祖業家財，不爭不貪。好仔不謀爺田啊，就係咁啦。自然長與長幼有序啊，要識得呢個道理啊。朋友呢有信，同朋友交往呢要有信。如果有過錯，勸而改之；如果是有善事，助而成之。不論貧富，一視同仁，以道德來往，自然朋友有信。呢啲就五倫之道啊。人尊五倫，天降吉祥。你想吉祥嗎？呢個五倫咯。所以呢，我呢個傳統文化嘅思想道德，同嗰個《壇經》息息相關。《壇經》點講呢？教我哋點講呢？點樣去做好呢個五倫呢？佢好簡單嘅《壇經》，因為佢啲見性嘅人講出唔同。佢話：心平何勞持戒，行直何用修禪？恩則孝養父母，義則上下相連，揚則尊卑和睦，忍則眾惡無喧。好多人就諗：心平何勞持戒？唔使持戒咯，我心平啦。當你覺心平嘅時候，你就係唔心平；當你覺有我嘅存在，你就不平。點解？因為有我嘅存在，有我有他，何來平啊？平係咩？見到平等嘅心性就名為見性。咩叫見性？平等之心，平等嘅心性名為見性。日日都話明心見性，你明乜嘢心？明咩心啊？污染嘅心。你見到咩性啊？污垢之性。你見唔到啊？見唔到點修啊？就亂修。你要識修啊！心平何勞持戒？就係因為我哋嘅心唔平，就係要持戒。持戒就達到心平。戒無所戒。咩叫無所戒？心無所戒。心無所戒，亂嚟得唔得？唔得喎。有人話心無所戒，飲酒，魔藥湯嚟嘅，飲酒食肉啊，心無所戒啊嘛。咁你叫咩啊？已經係破戒。心無所戒，唔飲酒唔食肉，咁呢就叫心無所戒。就冇執着我唔飲酒，唔好執着我食肉呢種思想意識，呢種意識狀態。如果你執着心唔平，哦嗱，佢食肉，我唔食肉啊，我犀利啲，呢個心唔平啦，有你我他啦，有我相人相眾生相，即非菩薩。行直何用修禪？禪咩？就要用行直嚟修。點樣先能夠達到禪嘅境界？就係行直。禪下邊我會講，禪係咩呢？咩叫行直呢？大家要思維下。六祖話：只要消除一切嘅對立對待嘅矛盾，我哋嘅內心能夠得到禪定安寧，就能夠享受禪嘅安詳，身心和諧安定。我哋就能夠遠離偏執是非人我一切矛盾同埋鬥爭。我哋嘅人生，我哋嘅社會就能夠共享和樂嘅大家庭。呢個就係禪，呢個就係直。所以行直就係咁啊！你有冇遠離咗對立對待嘅矛盾啊？有冇遠離咗偏執是非人我？有冇離開咗矛盾同埋鬥爭啊？你冇喎。咁你話直咩？唔直，唔直咪修禪咯。點修？做到呢點？點做？遠離偏執是非人我一切矛盾鬥爭。咁有咩？直啦，即係唔會轉彎啊！恩則孝養父母，五倫啊！父母生你咁大，養你出嚟10月懷胎，呢種咁人，你都唔去愛佢、關心佢，你對出邊嘅老闆會唔會真啊？
你對朋友會唔會真啊？你對夫妻會唔會真啊？全部都假啦，因為你個無情無義嘅人，你已經唔係五倫之內啦，因為你做唔到啊嘛。點樣？你唔孝順父母，咁就唔係五倫噶咯，唔係五倫之內嘅人就唔係人噶咯，唔係人點咧？暫時有呢個人嘅相，遲早個身心都唔係人嘅一種感受。有錢點啊？唔快樂，快樂係麻醉，佢將麻醉當為快樂，好似吸毒一樣，吸咗毒之後就覺得好快樂，其實麻醉咗，因為佢冇辦法面對呢個世間嗰種情況，佢有一種內心個脆弱、空虛，內心嗰種一種自卑，佢想通過一種麻醉自己，飲酒啦、吸毒啦、食煙啦，想通過呢方面嚟去麻醉。咁呢個問題，你嘅人生要唔要去面對？要啊！你醒咗又要，所以當時候咧，我真係飲酒好犀利，一日2斤到。除咗早上清醒少少，中午就飲。食飯嘅時候，人哋唔敬你都係自己啊，敬自己3杯。一落咗台之後，同你飲杯，周圍同人哋敬，自己飲醉自己，飲醉更痛苦啊！要唔要面對啊？要啊！因為你嘅人生、你嘅職責、你嘅責任、你嘅債務、你嘅使命一定要完成嘅，冇傾噶啦！自殺得唔得？唔得嘅，一樣要嘅，做鬼你都要搞掂佢。與其下世搞掂，我不如今世搞掂。呢條數遲要更，早要還，不如依家搞掂佢。飲酒咯，飲得酒多點個脾虛咯，脾虛產生幻覺喎，覺得呢個人對自己不忠啊，嗰個對自己唔好啊，膽小怕事，心胸狹窄，內心唔健康有缺陷，咁你做事仲順利咩？唔順利啦。自以為是肝火盛，膽氣不足，肺力少，頭耷耷眼濕濕，見到太陽都唔出去。咁你點做嘢？生活艱苦，交電費都冇錢。唉，仲衰過濟公，濟公都話冇阿婆啊，水阿婆咁啊，唱歌都唯有飯食。點解啊？內心個脆弱。就係冇責任感，認為爸爸媽媽生我出嚟天公地義嘅，天經地義嘅。你要孝養父母啊！你吸毒㗎，你令到父母好擔心㗎。呢條數要唔要還啊？要啊！你依家跳海死咗佢都要還，繼續投胎翻嚟做屋企隻狗。等你父母將個狗賣咗之後賺翻少少錢。哦，我今日養咗你幾多？你賣翻。喺一個佛學院有一個人，佢迫不得已要講出嚟，佢打坐，終於獲得大光明，能夠睇得過去未來。佢話：我已經走過多少年啦，經歷多少世，我今已經開悟啦，明白啦。佢話：我喺好耐嘅一世喺宋朝，我係一個和尚。由於呢唔勤力念經，所以冇辦法了道。但係由於平時同人講下佛法，有少少功德，跟住死咗之後投胎做將軍。做咗將軍之後呢，帶領一班士兵，遇到敵人，將對方全部斬殺咗，跟住由投胎做返一個地主佬個仔，娶咗2個老婆，2個老婆對我恩恩相愛，從來冇嘈過交。我呢壽高90，享齊人之福。子孫滿堂，咁死咗。我一生做和尚，換咗3生幸福。
到咗第4生之後，我終於要投胎做豬。由於我做地主佬個仔嘅時候，只識享用唔識做嘢，所以投胎3世做豬，還翻嗰1世嘅債。投胎咗500世做田雞，俾人斬頭殺害，還翻做將軍做嘅時候殺嘅人嘅命。然後投胎做20世做人妾侍，因為你娶咗2個老婆，一直流轉到依家，我終於打坐嘅時候重新出家，我做咗一個比丘尼嗰種身，所以明白咗呢個係一個比丘尼講嘅，所以無論你做乜你都要還㗎。我以前啊要面對㗎，既然面對算啦，唔好飲酒啦。有部分人吸毒啊，麻醉自己。點解？因為一個人越吸毒，佢個皮越虛，虛嘅話冇意志力，冇主宰力，唔想面對人生。一失人生，萬劫不復，難啊！啱先我講，做到人又點啊？一係學到其他教派，你就斷咗慧根啦。就算你學到佛，你唔學到淨土，你都搞唔掂。我哋今日能夠學到淨土，我哋就要好好啲學習佛法，斷惡修善啊！所以我哋要用一個直心，無所掛礙，呢個叫平等心。平等嘅心就係見到平等嘅心性，平等嘅心性就係見性。見性唔係話喺邊度整個嘢出嚟㗎，開悟唔係話整嚿冬瓜出嚟㗎。悟係咩啊？醒咁意思啫，唔係好難㗎。開悟嘅人啊，咩係難？證悟就難，證係好難。等依家我講㗎啦，你去廣州，我好易講明㗎咋。喺度首先坐咩車，上咩車，咩車到廣州啊？呢個咪叫開悟咯。一聽到啊，真係開悟咗咯 ，OK， 唔使收得唔得？唔得啊！咁你明白咗去廣州嘅路線，咁你唔去得唔得？咁唔得啦，點知啫？你點知廣州有咩酒樓啊，有咩街道？你知唔知？唔知㗎喎，講唔出㗎。所以開悟同證悟係兩碼事。好多人呢證悟咗就認為開悟109000公里。恩則孝養父母，父母你都唔孝何人？一個人連五倫都唔明嘅話，你仲明白到咩人生？點解人吸毒冇孝心啊？邊個見到自己嘅仔女唔健康都好痛心啊？雖然佢把口唔講啫，都痛心。等下有時好似我咁啲做父親，有時嘟起塊面唔係咁意思，我想係威嚴，等佢唔好做錯嘢。唔係父親冷冰冰，父親有父親嘅威嚴啊，母親有母親嘅一種慈愛，威嚴與慈愛要分開。好多人見到自己仔女身體唔健康，痛心；見到自己仔女半夜有病，瞓唔着；見到自己仔女喊嘅，擔心。見佢食唔飽嘅憂愁，係無條件嘅，完全冇條件嘅。呢種父母你都唔孝，你仲孝何人？仲對何人好？做人呢要識恩啊，恩就係潤，孝父母，頂撞父母，鬧父母，你就不孝。不孝你仲有咩福？你都唔係人啊，唔係人咁啊！出街咪行路咯，踩單車咯，人哋坐奔馳寶馬咯。你個物質就少，你嘅人生就狹義咗。義則上下相連啊！唔單止對上要幫啊，對下要相連啊。陽則尊卑和睦啊，
要讓人哋，做女人做男人要讓，做領導要讓，坐車要讓，做乜都要讓，讓得兩讓，血壓就唔高，心臟就唔會跳到亂龍，人生就一帆風順啊！讓就和睦咗，和睦點嚟呢？從讓，忍則眾惡無喧啊！惡事點解生出嚟啊？你唔忍啊？要點忍啊？超越啊！唔好計較，唔好同一般人見識。你唔同佢見識，你係君子；佢同你見識，佢係小人。君子小人，大家諗清楚啦。你要邊份？一個君子，一個小人。度下，小人好生活好慘啊！君子生活得好爽。好多人就唔要君子，要小人啊？點解？同人計較，同人見識，你就小人。妒忌、貪親、劫害就係小人，甘心做小人。做人啫，佢係人，我係人，點解我要做小人？你就要思維，喺呢個思維之中，咁自然一切嘅惡事，你不忍而忍，呢個叫無生法忍。無需要並將為空，不思醜害。若能盡木出火，於泥定生紅蓮。紅蓮喺邊度嚟啊？烈火啊！好多人遇到少少對境頂唔順，遇到少少挫折頂唔順。你學佛㗎，你學乜佛啊？辛苦啲頂唔順，邊個喺度辛苦啊？執着一個我做咗好多嘢，我辛苦，一個我嘅存在。所以好多時搞完活動，啲人問我老師點解你精神仲咁好嘅？有啲領導俾電話我呢啲咁嘅活動小菜一碟。點解？心無執着。攰唔攰？梗係攰啦，身體梗係攰啦嚇。攰點？瞓一個覺，沖個靚涼，睡翻一個靚覺，就聽日早上起床精神抖擻。呢個就無住之心，就行於生活，就係咩呢？對境而修，一對境就攀緣，一對境就射波，一對境後退。遇到敵人就走翻轉頭。等佢打仗，平時就講兵法，哇幾叻幾叻，一遇到敵人走翻轉頭。修行嘅人就係咁嘅人，平時呢就好叻好叻，一遇到挫折，透唔到過去，冇空性。點解冇空性？冇菩提心。點解冇菩提心？冇出離嘅心。出離嘅心未堅固，所以呢個三個心最重要。出離心、菩提心、空性嘅心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元素，係成佛嘅元素。出離嘅心就係頓刻感覺呢個世間冇乜嘢咁巴閉，冇乜嘢咁着重嘅嘢，做照做。遇到個困難就係體驗自己、修為自己，對境而修。所以呢個叫做火焰啊，就生紅蓮啊。苦口就係良藥，逆耳就係忠言。改過就必定生智慧。一個人改過，你有智慧啦。護短心內非賢，你呢個人啊，非係賢淑之人。護短啊嘛。日用常行繞益，成道非由師前啊！好多人聽到呢句話之後，成道非由師前。唔使布施咯，乜都唔布施咯，唔做啦，成道非由師前啊嘛。但係你睇埋一句，日用常行繞益啊，繞益做咩啊？就要多啲師前啊。但係師前唔喺心中上去體悟呢個空性，呢個菩提心可唔可以成道？唔可以嘅。六祖講成道非由師前啊。好多人學佛之後就放生啦、布施啦、去拜佛啦，咁就成道噶啦，我就成道啊！你錯啦，你要日用人日間用你個行為，上行要不間斷，繞益多啲做利益對方嘅，呢個就係菩提心嗰種體現，菩提心嗰種體現嗰種行為。如果唔係你講菩提心，你講咩？
講乜都冇用。菩提心講喎，咁你冇用喎，你冇應用，你冇產生一種妙用係冇辦法嘅。放生冇放生嘅相，行善冇行善嘅相，施錢冇施錢嘅相。好多人讀六祖壇經，一讀到呢度，成道非由施錢，好咯，唔使咯。你哋去拜佛布施係冇用㗎，成都道㗎。呢個人斷人為根啊！六度萬行係菩薩修個無上法門，就係咩？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、智慧。前面所有都從布施，布施而生福，福生咗就能生慧，福慧兩種具足咗就係成佛之道。好似一個鳥嗰兩隻翼一樣，可以展翅高飛。大家要健康，要健康要唔要錢？要錢。要錢嘅話，要唔要長命？要。長命嘅話，要唔要行善？點解要行善？因為保持你永遠都咁優良嘅狀態啦。要唔要善終？梗要啦。嗱，呢五種嘢，長壽、富貴、康寧、好德、善終就係幸福咯。少一樣嘢都唔係幸福。你前面嘅四樣嘢，又富貴又長壽，又健康又康寧，你又健康咗，又好德，但係最終嘣俾車撞死，就咪幸福咯。咩叫福？就係呢五樣嘢，五種元素就係福。所以施錢係咪係修福慧？係最直接嘅修福慧，係度慳貪嘅。菩提指向心明，何路向外求言啊？當讀到呢句何路向內求言，就意思所有一切嘅智慧係從自己而生，但係你千祈唔好喺出邊就認為有一種菩提。哇！我依家學佛啦，我依家學咩啊？點解你令到我咁煩惱？點解你障礙我？你點解鬧我？哦，咁樣啊？咁你咪心外覓咯。你認為喺出邊嘅人唔鬧你，喺出邊嘅人唔障礙你，認為呢個人對你嘅眼有所障礙，佢死咗，呢個死埋，嗰個死埋，全世界死埋，得翻你一個人，你會唔會煩惱啊？大家試下，翻一間房嘅時候，全部死晒，當呢個世界死晒，咁打坐，唔使2日你就煩惱咯，好煩噶啦。點解會煩？人啊，我哋嘅心未明啊，迷咗啊，凡夫啊。原先呢有30人，一間工廠，一間房，30人呢，呢個摩擦，嗰個摩擦，呢2個人最衰，滾走佢，剩翻28。跟住你摩擦我摩擦，呢3個人最衰，成日嘈交，滾走佢，得翻緊25個。咁呢幾個人又最衰，又趕咗，講下，我哋呢3個人最老友，係咪？係3個人老友，整下之後佢唔老友，趕埋佢，剩得我同你最老友。幾個人依家冇人嘈咯，整下之後呢，你最衰，你衰，趕埋佢，剩翻自己。仲有邊個衰呢？幾個人依家剩翻自己唔信衰，整下之後，嘿，入邊個最衰？自己同自己煩惱，掟嘢㗎啦。所以好多時呢，兩母女都嘈交就係咁咯。整下兩母女都嘈交，個女係你生出嚟嘅，你嘈乜啫？個媽媽生你嘅，你有咩值得好嘈？呢個就係煩惱啊！好多人就諗住喺出邊菩提，我哋嘅智慧，我哋嘅所有一切智慧，點認為係人哋障礙咗你？其實係你自己。行雷閃電都一樣打坐。翻風落雨，一切冇障礙。所以如果咁修嘅話，聽說依此修行，西方只在目前修淨土門，就係咁，心淨則國土淨。淨咗未啊？淨咗。善人係老師，惡人係戒師，仲有咩唔好啊？樣樣都好啊！樣樣都好。呢個就係咁啊。家庭好啊，所以六祖壇經對我哋嚟講係好適於應用。
六祖就教我哋要點樣去喺你嘅身體入邊去注意呢個問題，喺我哋嘅心境入邊注意個問題。平時啲人唔了解佛教嘅啦，認為四大皆空啊，六根清淨。知唔知咩叫四大皆空六根清淨啊？好多人呢，嗰時候呢，我去攞嘢，打工嘅時候攞係飯堂。你學佛嘅唔係四大皆空六根清淨啊？點解你要攞水果啊？你分俾我，我點解唔攞啊？佢話你俾過我咯，你四大皆空六根清淨嘅人。我話你都傻嘅，我啲錢俾過你啊！咁啊叫四大皆空咩？呢啲叫六根清淨咩？唔娶老婆就叫六根清淨啊！但你個心成日諗住女人，女人成日諗住男人，呢啲就叫唔係六根清淨。嗱，好似張無忌一代禪師生咗兩個細路仔，一子一女。咁啊，佢喺道一嗰度啊，馬祖禪師問一道之後咧，翻屋企修行。一修行嘅時候咧，佢個女平時喺佢身邊聽佢老豆講對人哋回答嘅問題，都開悟咗。有一日佢個女就問佢個女：依家嘅太陽係點啊？意思佢老豆準備走啦。佢個女就出去望望，早啲翻嚟。佢話依家嘅太陽未係正時。佢話係咪？佢爸爸走出去望望，翻嚟見到佢個女已經打坐圓寂咗。你快過我。後來幫個女完成咗身後事之後，佢自己又打坐圓寂咗。呢個幾犀利啊！一家人唯獨佛教界，一家人都大徹大悟嘅。咩叫六根清淨呢？大家學會啲知識，係一個人不貪於財，眼不貪於色，眼不貪於色，耳不貪於聲，鼻不貪於香，舌不貪於味，意不貪於惡，身不貪於細亂，口不出惡言，不貢高我慢，待人謙虛，懂得布施，呢啲先係真真正正六根清淨。六根清淨嘅人就係修相貌莊嚴，就係相貌莊嚴啦。唯有六根清淨之人，戒得分香，寧遠近得聞，所以護法常住於左右啊！六時自然就冇災冇難。呢個就係真真正正嘅六根清淨啊！四大皆空，咩叫四大？地水火風就稱為四大。四大空咩？要超越。當你超越就轉咗四大，當你轉咗四大，身體就係健康。唔需要求你拜佛求健康得唔得？唔得㗎喎！佛啊，俾個健康我，俾長壽我。但你聽日繼續飲酒吸毒嘅話，你早啲死。唔信你喺佛前日日求都冇用，點求都冇用。一邊就佛啊保佑我順順利利，跟住去吸毒。飲酒嘅人繼續飲，個肝都承受唔起，再飲肝硬化。瞓覺亂食嘢，肥豬肉一嚿嚿懟入去，動物嘅屍體一嚿嚿懟入個胃去，直腸癌，乜癌都有。三脂高、血脂高，膽固醇又高，糖尿又高，血糖又高，樣樣都高咯，咪病咯。佛啊，你幫幫我啦，我識好多嘅。起晒去揾三奶唔夠，揾夠四奶。依家唔講奶噶啦，講小三。小三唔夠揾小四，小四唔夠小五，唔知下次叫咩咧？依家係叫小三，下次唔知叫咩，真係等待10年之後，可能呢個名詞就改變咗。咁又點樣？糖尿病腳爛晒，手爛晒。一講起佛經，樣樣通達，乜都知。六祖壇經又識背，聖上乜都識，但係就做唔到。四大轉唔到，水大會腫，火大會生腫瘤，土大得癌症，風大全身得皮膚癌、肺癌。
即唔平衡，火大哮喘各方面都嚟。如果你四大皆空，你嘅四大地水火風平衡咗，你冇病。四大分裂，個頭就拉柴，即係死啊！咁我哋就要明白到呢點，咁我哋嘅家庭就好啊！要懂得呢啲，我哋嘅家庭就好啦。所以家庭係點樣呢？喺邊度嚟？五倫，五倫喺邊度嚟呢？要去修。健康喺邊度嚟？平衡，心地平衡，唔係話佛啊，你保佑我身體健康。一返到屋企見到唔順，怒火衝天，唔得啦，唔得。所以我哋好好都要懂呢個佛教。佛教主要嘅思想就係空，空並非係世間乜都冇，佢係空係隨住時間變化嘅現象。佛教所講嘅空係指物質心靈嘅自由，就叫空。物質啊，記住，同埋心靈嘅自由叫空。因此佛教講人嘅命運冇所謂嘅好壞，一切嘅好壞都源於自己嘅性格，源於自己嘅內心嘅世界。而呢個主宰我哋嘅命運嘅心靈，就係其他教派所講嘅神。那麼性格就決定咗命運，主體個軌道發展嘅方向，佢係代表軌道發展嘅方向。咁啊，我哋嘅性格係點？我哋嘅發展方向係點？情緒決定咗運氣，運氣咩啊？成敗嘅機率，心情決定你嘅際遇。你話佛教嘅空幾咁清楚啊？一下子乜都明啦，好清晰啊！希望咧大家要多啲去體會呢個佛教空嘅思想啊！咁啊，另外咧，我哋學嗰個六祖壇經啊，都要隨時隨刻、隨時隨地咁樣去體會。六祖當時仲係居士，好多人咧聽到老師係居士，你唔跟佢學咯？唔係唔跟我學，而係你要睇下你跟我之後，你有冇變化？有變化，你一定跟學；冇變化，你有咁快走咁快，因為我講嘅嘢唔適合。等我哋學佛。你學咩？你係居士，你要學咩？要學會點樣家庭和睦，點樣身體健康，點樣進入佛教嘅真實意義。那麼你就跟居士實踐嘅學。等你想發達，你要跟個有錢嘅人學；你想有文化，你要跟個有文化嘅人學；你要想家庭和睦，你要同一個有家庭和睦嘅人嚟學。我從家庭失敗到家庭成功，我從事業失敗走向成功。我從做生意失敗到做生意成功，咁樣去體驗出佛教嘅真正嘅內涵。好多人係咪？佢對方和尚啊，或者其他師傅啊，有啲人長得鬚咁長，啲頭髮咁長啊，黑埋雙眼，好似扮嘢咯，好有道行咁啊！哇，呢啲就拜啦，會發達嘅，會發達，冇用嘅，聽我講好過。學佛使乜衣衫襤褸啊？有一部分人嘅學佛啊，啲衫好爛啊，使咩爛衫啫？我呢度大把衣服新嘅都有，俾幾套你着咪夠咯。你估以前呢，有部分人出家2年都唔夠，成件衫就補釘補到100幾個窿喺度。點解？住相。所以我哋學下文殊菩薩涅槃經所講嘅文殊住三昧力。咩叫三昧力？靜定。能於十方世界化現諸形，教化眾生，即係化身教化眾生。其中有一首偈就講：文殊大菩薩不捨大悲法，變身畫異道。哇！變身畫異道，畫罐畫露體，畫處小兒蟲，遊戲於諸聚落，作貧窮人，或為老病人。處處求乞食，令人一法師圓滿一切願啊！即係意思就係，就算個乞衣都好啦，佢可能係文殊菩薩嘅化身。我哋睇到呢段經文啊，
我哋要用智慧嚟去學佛，要時時刻刻要反覆去聽。學佛係咩？不在拜佛，不在誦經，只在於你嘅心去思維。兩個字最重要，三個字最重要係邊幾個字？聞思修，最重要係咩？聞。如果你聽都唔聽，點思啊？胡思亂想。你冇思維點修啊？蒙燒沙靚啊！所以聞係決定咗我哋一切。如何先能夠聞到正法？布施決定我哋一切，就係福報。你哋嚟呢個寺院要唔要坐車？坐車要唔要俾錢？食飯要唔要俾錢？要啊嘛。點解你有錢？點解人哋冇錢？因為你有福，佢冇福。咁啊，那麼就係福好重要。福這字好重要啊！希望呢大家呢努力啲體會呢個。咁今次六祖壇經嘅智慧呢，就講到呢度壇經智慧開創光輝嘅人生就告一段落。希望喺呢個課題之中好好地去參悟，大家合掌回向，願以此功德，莊嚴佛淨土，回向四生父母，六道冤親，十方債主，共值福田，同沾法益，齊證善果。阿彌陀佛。好，多謝大家，阿彌陀佛。